繼續要來講苗栗4月初4迄天變大雨，有一間三合院，淹水是淹到60公分懸，三合院的大亭攏變做大水池。厝主精神，看到水已經淹到門窗邊，驚一個趕緊逃命。伊講已經佇迄個所在待70外冬，第一屆拄到這種的災情。清潔隊是用5天的時間協助厝主清出將近50棟的泡水家具。初4透早，苗栗變大雨，一間三合院前的積水愈來愈懸，連門口共要淹一半去。厝主和大雨差精神，一個看到水淹到面窗邊，驚一個趕緊走。一起床，一下床，就一叫，糟糕，那個水已經到這裡，拔腿就跑了。我們原本的床是在這邊，他起來的時候是水在這裡，逃出去之後，水已經到這裡，越來越大。亭所變成一個大水池，這個畫面看起來真恐怖。厝主趕緊帶親人走出去，連出來一隻狗嘛走去較懸的所在。雖然講這個大水較無3點鐘就退去啊，不過厝內有真濟濫土，還有外口流入來水流茶，唔知要安怎變較好。快70年了哦，那有遇到過這樣的大水嗎？沒有，不曾遇過這麼大。第一次哈？第一次就怕到了。淹水的所在足足有60公分懸，差不多到大腿的懸度。厝內櫃啊、面窗架、各種家電，差不多攏浸水。厝主講，佇遮待將近70冬，毋捌拄到這款代誌。市公所清潔隊用5天協助厝主清出將近50棟的浸水的家具。我們會在第一時間讓所有的鄉親盡快回復到原本的生活。那是整個弄好之後，天氣好了，我們也會請清潔隊重來做消毒的。因為這間三合院的入口較細，大型器具袂當駛入來，只好先將浸水廢棄物集中佇亭，再佫用車豆啊載入去，往回再集抓。厝主出來，就要佫拼厝內濫土，有夠無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